大家好啊！又嚟到呢一個星期二積金二嘅時間啦。咁就上個禮拜復活節假就 skip 咗一集。咁今日咧又同大家分享一啲強積金相關嘅 update 啦。不過就唔去講資訊相關嘅嘢，今日講獎賞，講宏利又派錢啦。我哋 Manulife 咧喺強積金呢一個 market 咧就已經係講緊經營咗好多十年㗎啦。自從未有強積金已經講緊退休金咧，已經係開始同好多普羅大眾一啲公司企業咧去做呢一個退休金嘅規劃嘅。咁就今年係正值呢一個宏利退休金90週年啦。咁我哋就推出咗3重獎就係派錢同埋抽獎。咁呢一個 campaign 咧就已經係講緊話2月頭去推出，咁就去到4月30號就截止㗎啦。咁即是話咧仲有半個月嘅時間，係啦。咁大家做下呢個叫做整合啦。咁去將強積金嘅資金咧就轉到喺我哋 Manulife 嘅旗下去管理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參與呢一個 promotion campaign 㗎啦。咁就同大家一齊睇下個 screen 啦，係啦。咁就宏利退休金90週年3重獎，就話整合強積金個人帳戶到宏利啦，就可以咧享有呢一個3重獎啦。咁就我哋就即刻睇下啦，究竟標題所講嘅話拎得到10萬蚊係點樣先可以做得到呢？嗱，咁佢3重獎第一重就係講緊話享有高達9萬蚊港幣特別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咁我哋睇下9萬蚊要攞到9萬蚊呢，就要做到啲咩咯？只要你將500萬或以上嘅港紙嘅強積金咧轉移到宏利，就可以有呢一個9萬蚊嘅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㗎啦。咁但係冇500萬都唔緊要嘅，我見到好多其實咧自從2000年到依家已經20幾年啦。咁就強積金達到100萬或以上嘅打工仔咧，其實係講緊話數以10萬計㗎。咁所以咧就大家睇個戶口啦，只要有90萬以上咧去到200萬以下咧，其實個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都可以有6300蚊嘅。咁同時間可以睇埋2重獎啦。第2重咧就係講緊話高達13500嘅額外一次性特別一次性嘅紅利單位回贈。咁呢一個就係講緊話，只要你現在係呢一個宏利保險嘅客戶啦，咁就可以㗎啦，就可以額外咧有呢一個本身6300嘅 extra 15%，即係945蚊，係啦。咁加埋咧就有7000幾蚊啦。咁呢啲係必賺嘅。咁有冇取巧啊？即係要攞到10萬蚊，即係9萬加呢一個13500，係冇取巧嘅。只要你有500萬就得㗎啦。咁同埋咧唔係一個帳戶嘅。咁如果你有幾個帳戶做過2-3份工，加埋咧有500萬都 OK 㗎。或者加埋有200萬都 OK 㗎。咁200萬其實都唔少嘅喎。如果有200萬轉到過嚟，就會有3萬蚊再加呢一個4500蚊，34500。好啦，咁如果我哋連50萬嘅強積金都唔到，咁點算呢？我哋就參加個抽獎啦。抽獎呢就第3重獎啦。參加抽獎活動有機會喺500份獎項中贏出呢一個總共呢度90萬嘅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咁要幾多先可以參與到呢個抽獎呢？就係話申請將不少於10萬蚊港幣嘅強積金呢個人帳戶轉到嚟宏利呢一度轉到宏利嘅個人帳戶，咁就並且喺6月30號前核實成功，咁就可以參加呢個抽獎㗎啦。頭獎我哋係會有30萬，OK， 即係如果你做呢個整合呢，夠10萬其實都有機會抽到30萬㗎。Why not 依家去做呢個整合呢？係啦，得獎名額1位。咁頭5個獎品呢都係1位嘅咋，有15萬、9萬、3萬、15000。咁同埋呢，去到之後落嚟呢，就有每份4200或者每份600，就係講緊6至10獎同埋11至500獎。咁加埋呢一度呢，哇，5份同埋490份，加埋500份獎品90萬呢一度。咁大家如果一路都冇做呢個強積金整合嘅話，就係時候咧同你嘅親朋好友講，依家呢個時候轉過嚟啦，儲夠10萬，咁希望抽到個30萬，到時
唔使請我飲茶噶啦，我都戥你開心噶，你抽到嘅話，咁啊係咯。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呢一樣嘢啦，就係呢一個4月30號前快啲做呢一個強積金整合啦。咁同埋大家係可以自己喺嗰個 eMPF 積金易個 app 入邊做整合嘅喎，撳幾粒掣就搞掂噶啦。但係去到最尾一步咧，最緊要就係可以輸入埋我嘅代理人編號，因為如果冇呢個輸入嘅時候咧，就會變咗公司咧就會是但去派一位服務代理人俾你噶啦，咁到時呢個人三唔識七咧就會見到你啲資料啦，係咪？咁所以大家可以 WhatsApp 咗我先噶，咁你可以自己做呢個整合，但係同時間可以將我嘅呢一個 agent code 呢個代理人編號咧輸入埋呢一個積金易嗰個整合嗰個畫面入面嘅。咁就今日分享大致上係咁多啦，下個禮拜5再見啦，禮拜5再見。